从大学生了没节目出道的34岁艺人袁爱妃，凭着火辣身材和气质脸蛋，深受不少男性喜爱。上个月中才传出男友向她求婚成功，没想到今天一日，袁爱妃就宣布结婚的喜讯。袁爱妃今天在脸书上晒出小两口一起秀出钻戒的照片，宣布我们登记结婚咯，最幼稚人妻正式启动。照片中袁爱妃和帅汪刻意耍酷，戴上要价10万元的知名品牌婚戒，闪瞎众人。据苹果报道，袁爱妃今年元旦答应男友 Denzel 求婚后，查阅合适登记的良辰吉日，发现就是今天。由于先前曾被拍到用晚餐摸肚作呕的照片，被质疑可能是未婚怀孕。袁爱妃解释，请相信我们那么快登记真的只是天时地利人和，真的不是因为怀孕。对于婚礼规划，袁爱妃则表示若有进一步消息会再跟大家分享。